又分分禮拜 Jupiter Beats 藍調人生啊！錄片嘅時間咧係2026年嘅3月22號星期日嘅晏晝啦。咁啊，先嚟呢一個禮拜有個好消息啊！呢個好消息咧就係我哋好耐冇試過，有一條片咧係可以喺咁短嘅時間入面咧有5位數嘅觀看，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大嘅里程碑。因為咧我哋都曾經有試過嘅，都係講湖人嘅，就上一次嚟咧係 Luka Doncic 被交易嘅時候嘅新聞啦，就係好短時間入面衝到去1萬個觀看啦。咁啊冇諗到呢個湖人嘅9連勝啦，去到今日已經係即係去咗呢個1萬個觀看啦。你好難得嘅，以我哋呢個頻道咧，即係都得幾千人睇咧，其實好難可以做到有1萬個觀眾咧去睇我哋嘅片啦。好多新嘅觀眾加入咗我哋啦，好多新嘅訂閱者啦，好多新嘅朋友加入咗我哋嘅會員啦，非常多謝大家嘅支持先啦。先嚟講講今日我哋要嚟去分享嘅一啲 personal 少少嘅事情啦。咁啊話說咧，其實我唔係一個好追潮流嘅人嚟嘅，因為我對於一啲潮流嘅文化或者對於一啲嘅即係嗰啲潮流嘅歌咧，我係冇乜好大嘅認知，通常都係側邊啲朋友或者女朋友知道咗之後咧，我先會知嘅。例如呢排咧好興嗰首叫咩 Overdrive 嗰啲咧，即係我係完全係唔識呢啲嘢，我都係睇上網睇 IG， 然後女朋友就同我講話呢個就叫 Overdrive， 我先知道原來佢係嚟自一啲韓國嘅一啲歌曲嚟嘅。點解突然間講到呢啲韓國嘅歌曲咧？原因就係在於呢一個禮拜我做咗一件都幾瘋狂嘅事情啊！咁啊話說我自己本身就唔追星啦，自己唔睇一啲嘅明星，我睇嘅明星係籃球明星啦。咁但係女仔咧另一半咧中意睇嘅就係韓國明星啦。咁啊話說呢個禮拜咧就係一個好出名嘅韓國嘅一個男團啦。咁啊有啲嘅叫做少少嘅 mini show 咁樣啦。其實講到 mini 都唔 mini 噶啦，即係講緊話都開3日嘅，都開3場嘅。咁啊女朋友就好想去睇啦。咁佢買埋機票添啊。咁但係買到機票係冇意思嘅嘛，你要買到個飛，買到嗰場嗰個嘅 show 嘅嗰個嘅門票先得噶嘛。咁啊所以呢個禮拜我就被安插嘅重任咧，就係喺一個非常之尷尬嘅時間去幫佢做啲即係非常之大壓力嘅事情啦。咁啊話說呢一個咁嘅韓國嘅即係叫做買飛呢個 show 嘅售票時間咧係晚上7點鐘啦。咁啊晚上7點鐘嚟講咧，咁啊除非好似我咁樣呢啲咧，即係 work from home 嘅或者係 work from office 嘅，我可以即係自由啲嘅一啲工作者之外咧，其餘可能7點鐘呢啲時間咧，正常嘅上班族6點收工、6點半收工咧，係仍然搭車階段嘅，所以佢就因為係咁嘅情況咧，佢就冇得買啦。咁呢個重就落咗喺我身上啦。咁其實坦白說我幾有壓力嘅，因為機票係已經買咗啦，當然唔係我同佢去咧買1張機票啫。咁但係機票已經買咗，即係意思話呢一個嘅搶飛嘅行動咧係只許成功而不許失敗嘅。咁啊話說其實呢啲韓星咧黃牛係好嚴重嘅。即係基本上你想自己一個人搶到一張演唱會飛，講緊唔係嗰啲3樓嗰啲啊，可能1樓啊，可能地下咧係好難嘅事情，因為黃牛一次過就有幾百部電腦去搶緊，咁佢先揾到錢噶嘛。咁即係意思話其實我哋用一部家用嘅電腦嚟對抗緊啲黃牛啊。咁啊總共要搶2次嘅，第一次咧就係星期一係一個會員嘅優先場次嚟嘅，即係先搶咗會員飛先，咁啊嗰個嘅機率就會高少少，因為佢哋全部飛係 open up to 所有嘅會員啦。然後第2日星期3咧先至係嗰個叫做公開發售咁樣啦。講緊星期1嘅時候就已經非常之準時嘅，即係我準時已經係坐喺個電腦面前咧準備撳掣啦，揾咗個全屋 WiFi 最好嘅地方啦。咁啊講緊屋企嘅 WiFi 咧都行緊光纖㗎，即係雖然就冇公司咁快，但係都可以用咯，堪用嘅。咁我就坐咗喺個 WiFi 最快最近個 router 嘅地方，我唔知道關唔關事啦，我覺得關事啦。喺嗰個鐘踏入7點嗰刻，秒速地撳咗呢一個嘅排隊掣，然後我排嘅數字係3萬幾，跟住咧就開始就等啦，又等到入到去呢一個嘅網站入面之後咧，咁有10分鐘嘅揀飛時間啦。呢個位置我必須要講係今日嘅 loaf 係比今日聽嘅所有 NBA 新聞咧，全部都要再 loaf 啲啊！泡菜佬嘅 design， 泡菜佬嘅智商係堪憂啊！基本上你喺嗰個揀飛嘅區域咧，你每撳一個嘅區域嘅掣，即係揀飛揀座位嘅
掣，佢就會彈一次嗰個驗證碼出嚟，就要你去拉下嗰啲 puzzle 啊，揀下邊架唔係單車啊，你拉啲勁弱智嘅呢啲驗證碼。咁啊搞完一大輪之後咧，揾到一個一樓嘅座位，基本上我哋排3萬幾人咧入到去，其實見到有座位，仲係一樓啊，地下咧係好誇張，我自己運氣好好啊。但我一撳入去，然後個泡菜佬嗰個 app 就同我講話乜鬼，我用緊個 VPN， 但明明我冇用嘅 VPN， 我只係唔喺韓國境內啫。搞完一大輪之後咧，我就 disable 咗呢一個所謂嘅 alert 啦，跟住就繼續撳落去，撳到去俾錢啦。撳到俾錢嗰一刻，佢同我講話我部電腦咧有呢個嘅即係 ban 咗呢個 pop up 嘅呢一個 message 啊。然後就唔俾我俾錢，就彈咗我出去主畫面。即係話排咗半個鐘頭3萬人咧，最後係等於冇排過。咁啊第一日就失利啦，我將個重心咧放喺第二日。第二日就重新嚟過啦，同樣嘅劇本，同樣嘅劇情。今次我就喺公司度做啦，我就唔信我每個月俾緊3-4嚿水嘅寬頻費，我入唔到呢個網度。然後第二次果然地，即係公司嘅網係快啲嘅。今次我入去咧嗰個位置大概1萬人左右啦。咁但係因為公開發售咧，基本上所有靚飛或者所有即係點講咧前段嘅座位已經係俾人揀晒，咁但係我哋就諗住即係搏一搏啦，睇下可唔可以攞到個即係第2層都好啊，第3層都好啦。又入到呢個網站，我哋好快入到去，然後見到第1層賣晒，地下賣晒，仲有第2層1-2個空位，我秒速撳咗啦，然後再撳去俾錢啦，然後秒速地我喺 Google 嗰度咧已經係即係預先 set 好咗自己張信用卡，即係意思話我去到俾錢，我一撳掣打呢個驗證碼就即刻可以係送呢個嘅俾錢嘅 request 出去啦。點知我俾錢嗰下撳掣撳 submit 嗰下，又再一次泡菜佬個呢個嘅 software泡菜佬呢個網站彈咗我出去，我簡直係冇辦法相信呢一件事情。我係願意俾錢噶啦，但係佢個網站2次喺我俾錢揀到位嘅時候彈咗出去，係一個非常之慘痛嘅經歷。今個禮拜嘅 Loaf 就係 Loaf 呢個韓國嘅售票網站，係 Loaf 到不得了啊！咁啊，講到呢個追星啦，我自己就唔係好追星，我追球星啦，每日都睇緊 NBA 啦。咁但係另一半就好中意追星嘅。你睇下有冇啲即係朋友仔，即係我哋聽嘅觀眾90%都係男性啦。有冇你嘅另一半或者你嘅老婆係好中意追星嘅咧？追星呢樣嘢咧，我覺得即係最令人感到心累嘅咧，並唔係你使咗幾多錢喺上面，並唔係你要去邊度追，尤其是追韓星，而係你每一次買飛嘅時候，你都要面對住呢一班嘅黃牛，仲要面對住呢一堆嘅 website。呢個先係我覺得最攰嘅地方。搶飛我已經唔係第一次噶啦，我基本上我同佢搶咗，我諗有3-5次啦，基本上每一次都係冇成功，因為各種嘅原因而唔成功。可能我天生同啲飛咧係冇乜運氣嘅。但係上到就今日嘅分享環節啦，最今日嘅新聞環節啊。好，嚟到今日嘅新聞環節啦，先嚟就係講下2位嘅老將先啦。2位老將，講到2位老將都知道我想講邊2個噶啦。咁啊，先嚟就講咗 Kevin Durant 先啦。咁啊，今日呢場熱火同埋火箭嘅對壘入面呢， Kevin Durant 成功打破咗 Michael Jordan 所創下嘅一個嘅得分紀錄啦。而家生涯嘅總得分係32,294分，咁啊比 Michael Jordan 要多2分啦。喺今日嘅呢一場打熱火嘅比賽，一球3分波成功打破咗紀錄啦。咁啊，賽後有記者咧就問到佢嘅隊友啊，就係關於你嘅球隊老將打破咗呢個嘅歷史紀錄，你有咩睇法啊？咁啊，呢個 Amen Thompson 咧就話係祝福佢啦。咁但係 Amen Thompson 就話佢係新秀嘅時候咧，原來 Thompson 係得4歲嘅啫。咁啊，講下火箭隊啦，火箭隊咧就即係呢段時間叫做扳回咗2城啦，喺連敗咗俾湖人2場之後，分別就係贏咗呢個嘅鷹隊啦，打斷咗佢哋11連勝啦，同埋贏咗今日嘅熱火啦。講緊話火箭隊近排嘅狀態咧，可以話其實 Udoka 慢慢已經揾到一個解決 KD 俾人 double team 嘅問題，解決到呢個方法。Sengun 翻咗嚟之後幫助到好多，咁但係我哋好大程度都可以見到咧 Udoka 佢嘅臨場反應比較慢少少啦。講下湖人前後2場比賽，第一場比賽冇 Sengun 嘅時候咧，好明顯地湖人策略性地防守 KD 嘅策略係奏效嘅。今個禮拜嘅湖人分析有講到啦，咁啊呢個情況咧，成場比賽 Udoka 可以話係冇任何嘅叫 decision 係做到去限制呢件事情啦 ，keep 住係俾 KD 大量嘅持球啦，由佢嚟去組織個進攻啦，而呢樣嘢顯然地係一個唔 work 嘅東西啦。甚至你話去到第2場比賽嘅開頭，其實湖人隊嘅策略都係一致，而火箭隊嘅策略都係將 KD 係咁樣去運用，直至去到下半場 Udoka 終於開始有啲嘅開竅，終於發現呢件事情係唔啱數，將 KD 由一啲嘅 weak side 或者由一啲無球走動跑上嚟接波，反而解放到 KD
KD 嘅得分空間。但係呢件事火箭隊其實係 face 咗成個賽季一個冇持球者嘅問題，但係用咗好多長嘅時間，Udoka先發現原來呢一個係一個問題，原來呢一個係一個需要季後賽之前要解決嘅事情。今日好係好在呢兩場打鷹隊啊、打熱火啊，咁樣 KD 失誤嘅表現呢，可以話係有個大幅嘅下降啦，有啲無球嘅走動去起手啦，呢啲嘅側翼接波嘅機會呢，其實 KD 最擅長嘅籃球啦。籃球呢個運動點解要分定位？就係因為你要將適合嘅 personnel 放喺適合嘅位置啊嘛。歷史上面最好嘅側翼得分手 Kevin Durant， 你將佢放喺一個持球者嘅工作上面，然後俾對手 double team， 諗唔到任何解法，諗唔到有球員上嚟去幫手拆解聯防，然後外線球員呢個 Tyrese Eason 唔知道連續幾多場冇入過三分波啦。講緊 Tyrese Eason 喺今個季度嘅明星賽之前呢，係聯盟其中一個最好嘅外線射手啦。咁但係連續幾場比賽三分係點樣射都射唔入啊，好似喺已經連續炒咗20幾球咁樣啦。終於火箭呢兩場比賽就有啲變陣啦，放咗一啲嘅球員出嚟，就係呢個 Rich Shepherd 啦。Shepherd 喺防守上面呢，慣常俾人打點啦，咁但係我覺得佢喺佢有限嘅程度底下呢，係算係做得唔錯嘅。咁同時呢，外線嘅貢獻呢，可以話係暫時而家除去 KD 以外，成支火箭最穩定嘅外線得分射手啊。火箭隊呢個問題，我今個禮拜會嚟講下啦，即係講下火箭隊有啲乜嘢喺呢幾場比賽改善咗嘅。當輸咗俾湖人兩場比賽之後，真係開始面對自己球場上面球團嘅組成上面有啲嘅缺陷，而真係去改善，呢樣嘢係值得欣賞嘅。但係如果以即係近排湖人隊咁火爆嘅表現嚟睇，又或者係木狼喺呢個 AE 受傷之前嘅表現，加上呢個金塊呢段時間啲球員陸續回歸 Peyton Watson 準備回歸，跟住成個季度終於有一次可以見到金塊全員健康上場打波嘅金塊呢，明顯地其實西岸嘅佈局有少少係比較係有啲嘅層級啊，比較係分得明顯啲啊。頭兩隊馬刺同 OKC 係冇得挑戰噶啦，講緊係戰力上面啊，即係而家以呢個賬面戰力同埋近績嘅表現嚟睇，OKC 同埋馬刺都係連勝緊嘅隊伍啦。跟住3、4、5你我講呢，其實可能3、4係湖人金塊好接近嘅，然後木狼係緊隨其後咁樣啦。然後呢一個嘅火箭呢，就喺呢幾場嘅連敗底下呢，似乎有少少係揭露咗自己季後賽將會俾人針對嘅重點啦。所以如果你我講，雖然而家戰績排名1、2、3、4、5、6分別係 OKC、聖安東尼奧，跟住係湖人，跟住火箭，跟住丹佛金塊，跟住就係木狼啦。但係如果你從即係近績表現嚟講，真係要將即係呢個位置去重排嘅話，我可能會排1、2位係不變嘅 OKC 同埋 Spurs 啦，跟住可能第3位我會排金塊啦，真係賬面實力，真係啲球員回歸啦。跟住4、5我諗可能係呢個嘅木狼同埋湖人4、5一個嘅 bargain 啦。然後呢一個嘅火箭呢，就只能夠排到去第6位啦。但係你就咁數落去下面，其實講緊 Clippers 啊，講緊太陽啊，講緊拓荒者，講緊而家第10位嘅勇士呢，點樣砌呢都係唔夠呢一隊嘅火箭隊砌，一定有頭6實力。但係如果你要我講嘅話，即係 compare to 而家正火熱當中9連勝嘅湖人 ，compare to 呢個嘅丹佛金塊一個全員回歸 ，compare to Anthony Edwards 受傷但係回歸之前嘅表現都一路唔錯嘅木狼隊呢，呢隊火箭明顯地個 tier 係要跌咗少少，跌咗少少 walk 啊，應該話。咁啊，講到呢個火箭隊啊，咁講埋呢個湖人嘅比賽咧，咁我哋同大家講下即係第2個破紀錄嘅 story 啊。呢個就係 LeBron James 嘅 story 啊。LeBron James 破紀錄咧，其實已經係即係不足為奇㗎啦。基本上每一個禮拜都有咁嘅即係叫做紀錄去打破啦。始終打咗咁多年嘅籃球，歲數去到41歲仲打緊波，仲有個咁高強度嘅競技狀態。但係坦白說，呢樣有少少係叫做審美疲勞嘅概念，有少少似係 Nikola Jokic 每場比賽拎緊你30分 triple double 咧，慢慢已經不足為奇啦。因為以前都會講哇30分大三元好勁好勁，哇連續10場比賽大三元，但係而家你覺得 Jokic 攞唔到大三元，好似反而奇怪。LeBron 嘅概念都係咁樣，LeBron 唔破呢個紀錄咧，反而係有啲奇怪。呢個係咩紀錄咧？就係生涯打咗1612場嘅比賽啦，超越咗呢位球員咧，就係一個嘅名人堂球員啊，名人堂中鋒 Robert Parrish 啊。Robert Parrish 呢位球員咧，就係一個嘅波士頓嘅一個傳奇啦。咁佢就同呢個 Larry Bird 同埋呢個 Kevin McHale 係一齊去打波啦。當然嗰個年代1980年代咧，就相信好多觀眾都未出世啦。簡單介紹一下呢位球員 Robert Parrish 啊，總共喺 NBA 打咗21個嘅賽季啦，咁啊多次拎到總冠軍啦，同呢個嘅賽爾特人一齊啦，然後曾經有打過呢個嘅賽爾特人、金州勇士、效特黃蜂同埋呢個芝加哥公牛隊啦，總共係生涯有4個嘅總冠軍，3個係同 Larry Bird 同埋呢個 Kevin McHale 一齊去攞嘅，然後有1個咧係同呢個嘅 Michael Jordan 一齊去攞嘅。咁啊講緊話生涯有啲咩隊友係打過咧，好多啦，當中不乏有啲名人堂嘅球員啦，除咗啱先有講過嘅
3位一定係名人堂球員之外，仲有 Rick Barry 啦、Scottie Pippen 啦、Dennis Rodman 啦、Danny Ainge 全部都係佢當陣時嘅隊友啦。總數喺 NBA 打咗21個嘅賽季，一個係中鋒球員，今年係已經係72歲嘅高齡啦。咁呢個嘅紀錄咧係1997年佢退休一路係保持到而家，今日已經係講緊接近30年嘅一個紀錄咧，就俾 LeBron James 打破咗啦。咁啊兩位老將紛紛打破紀錄咧，對於球迷嚟講咧都係一個叫做里程碑啊，都係一個我哋睇波嘅一個見證啦。講緊由 KD 一開頭佢喺呢個嘅雷霆三少時期咧，就我睇 KD 嘅年歲啦，一路去到依家，原來都有10幾年嘅時間啦。LeBron James 都係啦，咁就當年喺熱火時期嘅呢個嘅比賽就係睇得最多噶啦。呢個 OKC VS 呢個 LeBron 既身如何身量嘅對決啦。去到上個禮拜湖人打火箭嘅兩場比賽，仍然係兩位老將喺啲關鍵嘅時候左右緊戰局啦。但係比較好彩嘅就係呢隊湖人隊有 Luka Doncic， 第一場比賽36分，第二場比賽40分，呢個係一個非常之誇張嘅數據。第二場比賽40分爭少少就係 triple double。反觀喺火箭隊 KD 就冇乜好得力嘅幫手啦。咁但係我哋可以 realize 到一件事情咧，喺明星賽之後有位球員，火箭隊球員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位球員係 Jabari Smith Jr。 我覺得呢位球員慢慢地係有一個2當家3當家嘅潛能喺度，因為佢嘅投射係精準咗好多，唔單止係講緊佢嘅投射嘅穩定度提升咗，而係 off dribble 嘅創造 separation 都明顯地係做得多咗。好多時候場上有兩個 KD 一個大一個細嘅感覺，呢個就係我睇兩場比賽對 Jabari Smith Jr. 嘅少少睇法啦。講緊喺第一場打湖人嘅比賽就22分啦，第二場打呢個嘅湖人就18分啦。咁啊基本上第二場嘅上半場啊，印象之中側邊嘅球評已經講緊話你要即係穩定得分啊，火箭隊你要係創造一啲進攻機會出嚟咧，就揾你嘅 go to 嘅嗰個人啊，即係 go to 嘅嗰位球員啦。咁啊講咗兩個名字出嚟啦，就一個係 KD 啦，第二位就係呢個嘅 Jabari Smith Jr. 啦。可見其實喺明星賽之後咧，佢嘅表現係節節向上嘅。今年同火箭講完續約咧，一路簽咗份5年嘅合約，平均每年都係2000零萬。講真，如果佢可以進化到一個地步係 average 上16分、18分，基本上已經係執到寶。薪資通脹嘅情況底下 Jabari Smith Jr. 拎緊咁嘅價錢，拎緊咁嘅分數，可以話係冇乜嘢好挑剔啊。係火箭隊其中一個，我覺得幾開心見到一位咁嘅球員進步啦。真係打波越來越似 KD， 尤其是中距離嘅 pull up、中距離嘅轉身射波、一啲 off dribble 嘅 separation， 佢做得非常之好喺呢啲嘅即係得分表現上面。講完呢個禮拜嘅紀錄分享啦，講下今個禮拜嘅 Love and Loathe 啊，我中意嘅地方同我唔中意嘅地方。今個禮拜咧比較就唔同啲，我中意嘅嘢係多啲啊。上個禮拜就好多嘢屌嘅，好多嘢話唔中意。今個禮拜好多嘢我係中意啊。先嚟中意嘅咧就係我哋 Stephen Curry 咧就終於係回歸啦。咁講緊 Stephen Curry 受傷咧都一段都幾長嘅時間啦。喺呢個嘅2026年1月30號打呢個活塞嘅比賽開始咧，一路就退場，去到而家去到3月尾咧，唞咗差唔多係有2個月嘅時間啦。呢2個月咧，勇士隊嘅戰績就可以話係節節敗退啦，由第7位一路跌到第10位啦。咁啊，基本上冇咗 Curry， 冇咗 Butler， 咁啊得翻呢個 Podziemski， 得翻呢個嘅 Draymond Green， 加一堆嘅叫做即係板凳球員去帶隊咧，咁都好難係冇一個嘅連敗喺度嘅。咁啊，勇士隊嘅狀態有幾差咧？喺3月份入面，勇士隊總計咧淨係贏咗2場嘅比賽啫，分別咧就係呢一個打火箭啦，同埋呢一個打呢個嘅華盛頓巫師啦。咁當然呢班角色小將都有好強嘅一啲叫做即係好強嘅韌性喺度啦，因為好多嘅比賽都係打到去加時，或者都淨係輸少少，咁最尾就係啲關鍵嘅決策失誤，包括可能係呢個嘅 Will Richard 同埋 Podziemski 早幾日有場比賽就一個即係偷波機會，但係最尾甩咗波，然後 Steve Kerr 發脾氣嗰啲都係即係爭少少就贏到波。咁但係我諗呢個係正常一班年輕球員、板凳球員必定要經歷嘅一啲階段嚟嘅。咁啊分別輸咗啲咩比賽咧？3月頭輸俾呢個嘅快艇啦，然後就輸咗俾呢個嘅 OKC 啦，輸俾猶他爵士啦，輸俾木狼啦，輸俾公牛啦，喺 overtime 度輸噶啦，跟住輸咗俾呢一個嘅紐約人啦，贏咗華盛頓巫師啦。接下來而家就係3連敗當中啦。咁啊上個禮拜輸咗俾 Celtics 啦，輸咗俾呢一個嘅 Piston 啦，一個冇 Kate Cunningham 嘅 Piston 啦，俾 Dennis Jenkins 咧攞到個接近大三元嘅一個表現啦。然後再嚟今朝就輸咗俾呢一個嘅亞特蘭大鷹隊啦。咁雖然呢場比賽 Kuminga 得2分咁啊，但係即係成支球隊嘅整體競技狀態係要比勇士隊係要強嘅。咁啊 Kuminga 今日手感係非常之唔好啊。咁但係 Steve Kerr 都有美言嘅，就話 Kuminga 我哋仍然係非常之愛佢嘅。咁都可以話係一個好嚟好去嘅一個結束啦，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序幕啦。咁啊呢個好消息
息就係 Curry 啊，終於回歸啦，而家就喺呢個嘅西岸嘅第10位啊，33勝36敗，係未有50% 嘅勝率嘅。咁都其實係好 confirm 一樣嘢咧，就係一定有附加賽打啦。咁但係就絕對係冇可能直入季後賽啦。如果以第10名嚟挑戰季後賽嘅話咧，其實勇士隊並唔係真係咁簡單。喺嗰個度嚟講，附加賽嘅4支隊伍其實排名上面唔會有太大嘅分別噶啦，因為講緊前後咧 Clippers 同埋呢個嘅快艇仲爭緊係4場嘅比賽啦。咁啊講緊波特蘭咧就同呢個 Clippers 咧係同分啦，但係點樣睇 Clippers 嘅進程係要比較前少少啦。咁我就假設7、8、9、10係唔改變啦，勇士隊係先要贏到波特蘭拓荒者，跟住贏到呢一個嘅鳳凰城太陽隊，或者贏到呢個嘅快艇，先至有機會係以第8名進入季後賽啦。咁啊講緊其實絕對唔係容易打嘅，拓荒者已經係唔容易打啦。再嚟就係太陽或者快艇，就算邊一隊輸咗，邊一隊跌咗落去嘅話咧，都唔係一個簡單嘅 matchup 嚟嘅。更何況如果係打上太陽隊，講緊話遲下呢一個嘅 Dillon Brooks 就會回歸啦，然後跟手呢一段時間，其實 Jalen Green 嘅表現係非常之唔錯噶。琴日嘅呢場比賽打呢一個嘅密爾基公鹿，雖然輸波，但係拎到24分。前一場比賽打呢個聖安東尼奧馬刺係僅輸1分，就係呢場比賽 Jalen Green 係17分，其實係冇計嘅。Wembanyama 最尾嗰一球嘅進攻咁樣迎住多位防守者嘅面前咁樣去跳投，然後最尾命中，係一個你冇得防守嘅比賽嚟。咁但係呢場比賽同馬刺打到平分秋色，打到淨係輸1分，我覺得係值得欣賞嘅。今日講緊話即係前一場比賽打波士頓，雖然都係輸波，但係拎到21分，然後再之前嘅比賽打呢一個嘅多倫多速龍拎到34分。今日講緊話近呢幾段時間，當呢個 Jalen Green 有上場嘅時候咧，喺得分嘅表現上面係有一定程度嘅進步啦。咁但係成支太陽隊咧，喺慢慢呢個冇咗 Dillon Brooks 嘅一個進攻表現之後咧，呢支球隊係一個5連敗啊，希望就可以穩住戰績啦。所以其實勇士隊翻返個主題就係，無論你係即係向上打拓荒者都唔容易打啦，你打 LA 又好，你打呢個 Suns 都好，其實兩支球隊都唔係容易面對嘅對手啦。所以 Curry 回歸之後，必須係首先第一樣嘢係球隊嘅磨合要做翻好啦，自己球員嘅狀態要啲時間去回調啦，跟住點樣善用呢個 Porzingis 嘅呢個進攻點呢？新嘅輪替又係點樣擺呢？將會係對於 Steve Curry 講個幾大嘅一個 challenge 啦。今個禮拜 love 嘅地方就係勇士隊仍然有一線嘅生機，仍然喺 Curry 翻嚟之後有機會可以坐入季後賽，仍然係未輸晒。大家可以繼續留意呢隊金州勇士隊啊。今日第二個 love 咧，繼續嚟 love 洛杉磯湖人隊啊。湖人隊9連勝，今日打贏咗呢個奧蘭多魔術。咁啊坦白講，呢場比賽7點鐘嘅開波時間呢，我係冇睇嘅，我都唔怕同大家講啦。7點鐘點起身啊，師兄點樣可以做到7點鐘起身睇波啊？呢場比賽我係冇睇嘅。咁啊錄緊 podcast，我哋都冇翻去睇翻個 VOD 啦。但係呢場比賽我諗唔使睇 VOD，大家都知道噶啦，就係關於呢一個嘅 Luke Kennard 嘅一個絕殺畫面啦。呢球嘅 Luke Kennard 絕殺，我哋可以嚟去講下嘅。其實即係前面嗰個 LeBron 俾人哋去犯規出界，係咪犯規咧？就由佢啦，我哋唔討論啦。我睇就有少少似係犯規嘅。咁但係即係最尾冇吹到，以後最後 Luke Kennard 可以入到波，我諗呢個就係一個救贖啦。咁啊唔需要多講喺呢個位置啦。翻我哋嚟睇下呢一球 Luke Kennard 嘅出手機會究竟係點樣創造出嚟，又從而引申先賺咗湖人嘅第一點先，就係 JJ Redick 嘅 After Time Out 嘅戰術做得非常非常之好，連續幾場比賽嘅 ATO 都做得非常之好。你逐場比賽嚟講啊，先嚟睇到今日呢一球嘅 Luke Kennard 絕殺先啦。我嘗試用我嘅口述嚟話俾大家聽，呢個戰術嘅重點係喺邊一度。咁啊講緊呢球嘅 After Time Out 戰術底線開波啦，比賽時間仲有2.6秒啦，足夠一球嘅3分出手啦。咁其實呢一隊嘅湖人隊咧打魔術咧，可能係有少少大家對魔術有啲嘅恐懼喺度啊。包括今個禮拜好多嘅球迷啊喺我哋底下嘅留言有講係湖人可唔可以有機會衝到個連勝啊？我原本嘅預測咧打魔術咧通常都係冚冚地嘅，因為湖人對上幾次打魔術咧每次都有啲唔好嘅事情發生嘅。先嚟講上年呢場打魔術嘅比賽，最尾比賽 Crunch Time 絕殺係 Franz Wagner 喺葫蘆頂嘅3分波，冇得鬥氣嘅一球3分。呢個係上一次湖人隊喺上年嘅對壘入面輸嘅呢場比賽啦。跟住落嚟嘅下一場比賽就係湖人隊又係去到 Crunch Time 啦，Luka Doncic 冇選擇射波，將個波交俾 LeBron James 闖住出手，最尾輸咗啦。然後再上一場嘅比賽就係俾籃底 Paolo Banchero 加呢個 Wendell Carter Jr. 強姦完，然後守唔到籃底，跟住又輸咗比賽啦。所以留言嘅觀眾同我講話有冇可能係可以拉到個連勝出嚟啊？我就講話應該贏唔到
魔術啊，因為我對魔術係有個恐懼喺度，好似天生係黑湖人咁樣啦。運氣層面嚟講，但係今日呢球 ATO 做得非常之靚啊！我哋先嚟睇下咧呢一個嘅企位係點樣啦。2.6秒底線開波，基本上湖人隊咧係一個嘅 5 out 戰術啦，係由 LeBron James 作為中鋒嘅位置啦，一個小球陣容啦。Luka 企喺左手邊嘅45度角，LeBron James 企喺葫蘆頂，跟住呢個嘅 Austin Reeves 企喺呢個右手邊嘅45度角，然後0度角位置大概就係 Luke Kennard 嘅位置啦。呢球其實望落去嘅第一下嘅打法咧，有少少似係一個 screen the screener 上嚟，然後由呢個 Luke Kennard 幫 Luka Doncic 做一個嘅無球掩護，跟住 Marcus Smart 再交波俾佢喺45度角做終結啦。但係呢球嘅戰術其實魔術係拆穿咗嘅。先嚟第一波 Austin Reeves 去 screen the screener 嘅時候咧，基本上魔術已經係秒速採取換防，冇俾 Kennard 走到機會出嚟。然後第二波咧，再幫呢個 Luka Doncic 切呢個掩護嘅時候咧，魔術隊又再一次換防，基本上呢個 screen 咧係冇打成嘅。但係呢個位置有球好聰明嘅畫面 ，LeBron James 被安排嘅角色就係衝框，從而去拉開外線嘅三分射手。Luka 見到呢一球冇接波嘅機會咧，順勢將魔術嘅防守者帶到去 weak side，基本上 LeBron 拉扯咗兩位嘅球員，包括守緊內線嘅 Banchero， 然後變相 screen the screener 出嚟嘅 Luke Kennard 有一個嘅三分機會，然後接波三分手起刀落，時間仲有 0.6 秒。喺出手呢一球嘅三分波之前呢，其實 Luke Kennard 喺早幾日嘅比賽可以話冇乜三分嘅出手啦。今日講緊無論係打買物啊，打呢一個嘅即係火箭嘅兩場加金塊 Luke Kennard 嘅得分都係5分3分。但係呢場比賽明顯地多咗好多嘅三分投射機會，同埋手感終於開始校正回歸啦。點解話呢個 ATO 係一個聰明嘅地方？因為其實 JJ Redick 咧嘅執教一路都係俾人即係批評嘅一件事，就係佢唔夠靈活啦。好多時候唔係放防守組上嚟，唔係放進攻組上嚟，但係今次先嚟第一步做啱咗先嘅，所有嘅即係外線投射球員基本上擺晒出嚟咁滯啦。然後佢好明確地安排咗球員有個角色，有一個係一個 decoy， 有一個係一個衝框拉空間嘅球員，而最尾其實理論上個 decoy 應該要係 Luke Kennard 製造空間俾 Luka 攞波嘅，但係最尾因為跑唔到出嚟，反而變相就係利用咗球星嘅吸引力，三位球員 Austin Reeves、Luka、LeBron 衝框嘅吸引力，反而係拉散咗呢個魔術嘅防守，最尾俾 Luke Kennard 有外線投射機會，加上穩穩命中，湖人隊就即係成功可以險勝到呢個嘅魔術隊啦。講呢個 ATO 做得好嘅地方呢，唔單止係講緊呢場比賽啦，喺呢一個打火箭嘅第二場比賽呢，基本上喺第4節喺個泥潭摔角嘅階段啦，但係緊隨住唔記得第4節中後段呢，先嚟係呢一個嘅 Udoka 嘅 timeout 完之後呢，緊接地 Redick 又再叫多咗個 timeout 啦。timeout 翻嚟嘅戰術係 Luka 去持球進攻，然後呢個時候安排咗 Rui Hachimura 喺底角度 cut in 抌咗球 alley-oop 先係入咗，然後轉個頭火箭隊俾 Luka 射咗2球三分之後呢，就唔記得咗湖人隊嘅 ATO 係呢啲底線戰術，然後轉個頭翻嚟，當呢個 Hachimura 落嚟休息咗之後呢，反而跑呢個底線戰術嘅就係 LeBron James， 咁啊連續跑咗2球，咁啊呢個來回加埋3分呢，直接喺第4節就帶走呢隊火箭隊啦。可以話喺 after time out 嘅戰術上面嚟講呢， Redick 嘅進步係非常之大啦。咁啊再嚟去到金塊呢場比賽最尾一攻嘅 Luka Doncic 進攻呢，都係刻意地清空咗單打持球邊去俾 Luka 做單打，即係假如係 Luka 被 double team 嘅話，湖人隊就有其他球員可以懲罰到，擺咗個5小陣容上嚟，係場上係 Hachimura， 係呢個嘅 LeBron， 係 Marcus Smart 同 Austin Reeves。今日講緊話呢啲都係一啲即係好有策略性嘅 ATO 戰術咯。今日講完呢一個 ATO 之後，你就必須要講一講呢個 LeBron James 同埋呢個 Luka 啦。LeBron 唔使講啦，呢幾場比賽命中率超級高啦。當你角色定位變得清晰嘅時候，當你嘅工作變得簡單嘅時候，當你嘅好多 focus 俾隊友幫你成功分擔到嘅時候，一個純粹而且高效嘅籃球就應該係 LeBron 呢個年歲去打嘅一啲進攻機會出嚟啦。咁呢幾場比賽都叫做多數時間都肯防守啦，咁啊得閒就 mismatch 一下，咁啊多數時間肯防守係好緊要嘅，多數時間肯防守總比多數時間攤手係要好嘅。咁啊講緊話幾個嘅關鍵防守，打熱火嘅比賽又係啦，咁啊打火箭嘅比賽都係啦，尤其是第2場比賽，即係防守上面衝搶籃板上面保護籃板又係要更加係落力啦，呢啲都係 LeBron 我哋可以見到佢願意 hustle 嘅表現啦。咁啊講到要稱讚就必須要講一講呢個 Luka Doncic 啊。Luka Doncic 自從係有呢一個嘅即係關於婚姻上面嘅離婚問題之後咧，佢可以話係發咗癲啊，佢係傻咗啊，呢個人係黐咗線啊。咁啊自從3月6號傳出
咗呢一個嘅叫離婚新聞，其實唔係2月尾已經有噶啦，咁但係叫做3月份先係廣泛討論啦。自從打溜馬呢場比賽開始，44分、35分、31分、51分、30分、36分、40分、60分、33分，冇一場比賽係低過33分。而同時之間 Luka 嘅 MVP 排行榜單咧都超越咗 Wembanyama 啦，排名喺聯盟嘅第2位。今日講緊話 Luka 呢段時間嘅表現咧係真係發咗癲啊！真係一個冇辦法想像嘅級數，係外線三分，基本上佢想要就有，佢想入就有。一啲嘅外線三分 step back 唔講道理嘅射波，係睇到令人係眼前一亮，你係唔知道佢點樣可以做到。然後中距離受到犯規咗個波拋上天都可以入到網，呢啲 Luka Magic 嘅東西係唔知呢條友平時練波係練幾多啲奇怪嘅 trick shot 啦。而當中我覺得最 iconic 嘅表現就係講緊話60+40啦，一個 back to back 嘅比賽。先嚟前一場比賽係40分對陣火箭，後一場比賽打熱火攞到60分，然後講緊話呢個 Bam Adebayo 自從呢個83分之後呢，淨係贏咗一場嘅比賽啫。咁啊 back to back 得到100分呢，都係 NBA 歷史上面嘅紀錄啦。而同時之間呢，嗰日嘅湖人隊賽程喺打完火箭之後就要前往呢個嘅熱火啦。咁啊講緊話去到熱火已經係凌晨5點鐘啦，然後第二日係一個早嘅比賽啦，然後成個嘅湖人隊由打完比賽去到下一場比賽開始呢，淨係唞咗14個鐘頭啫。所以熱火一開頭大家好似唔係好入局咁樣啦，但係去到下半場呢，打開咗個比分啊，打到爽咗啊，而 Luka 開始喺度接管比賽啊，咁啊大家就做自己該做嘅事情， Luka 就繼續得分嘅表現，而最尾就令到呢場比賽成為單方面嘅屠殺，單方面湖人隊嘅火力展現啊！講咗40+60嘅兩場比賽啦，我想啲題外話同大家講下，就係一個嘅叫做一支球隊，當你嘅重心放到去爭冠或者爭取季後賽上面，球隊開始會有紀律，開始要有一個嘅贏波嘅心態，贏波嘅 mindset， 要做好啲 details， 而呢樣嘢係對支球隊嚟講好關鍵。好多球隊嘅習慣係唔好啊，尤其是可能講緊話啲年輕年版嘅球隊啦，巫師隊嘅習慣非常之唔好啦。但係湖人隊近排嘅習慣入面，近排嘅比賽表現上面，一啲原本俾大家視為喺球場上面 discipline 唔夠嘅球員，例如可能係 Hachimura， 例如可能係 DeAndre Ayton， 反而即係慢慢地逐點嗰個嘅積極性啊，嗰個嘅叫做對於比賽嘅認真程度啊係要提升嘅。Rui Hachimura 咧不嬲都係一個認真嘅球員，只不過因為佢唔係喺美國嘅本土體系度養成啦，咁啊加埋佢即係喺球隊上面嘅定位，喺國家隊又好，喺日本又好，甚至以前喺大學都好，或者巫師時期都好，都係作為球隊嘅主要得分手啦。咁所以去到湖人隊之後咧，都有經歷嗰個階段，就係佢唔知戰術要點樣跑啊，唔知去咩位置啊。咁慢慢呢幾個賽季開始有咁嘅進步啊。咁但係有位球員咧，今年新加盟咧就仍然有啲係唔 discipline 嘅時間啦。例如可能係呢個 DeAndre Ayton 啦，尤其是喺呢場打火箭嘅 Game 2啦，我哋可以見到一件事咧，喺第4節嘅時候，一個嘅罰球機會 Ayton 就被換上場啦。啱啱換上場嘅 Ayton 咧係未攝3嘅，咁啊未攝3，大家知唔知未攝3代表咩意思啊？唔知，我等間講啦。咁啊 LeBron James 就同佢講話你要攝3，呢個係一個規矩，呢個係一個 National Television 嘅比賽，你應該要去做好呢啲事情，唔好俾人有機會去抽清。點解呢樣嘢我特登拎出嚟講呢？因為嗰陣時喺比賽嘅直播度呢，大家係可以聽到 LeBron James 去講呢句說話啦。你可能未必聽到成句，但係你會聽到 National Television 喺第4節嘅某一球罰球嗰度係錄咗入去嘅。呢個就係 LeBron 同 Ayton 講話你要攝3，因為呢個回合到 Ayton 係冇攝3。點解攝3呢件事咁緊要呢？尤其是一啲咁 close 嘅比賽入面，如果係 long term 嘅 Chris Paul 球迷或者雷霆球迷，應該記得有個咁嘅回合，就係喺2019年嘅時候，特登喺上網揾翻呢球畫面出嚟啊。Chris Paul 因為對手 Jordan Bell 木狼嘅球員當年入場嘅時候未攝好3，而木狼隊係之前已經拎過一次 delay of game 嘅一個叫做警告啦。咁喺呢個情況底下 ，Chris Paul 就指住佢話：哇，佢未攝3，佢未攝3。然後裁判呢就吹咗 delay of game， 然後就係未攝3，然後又係第二次嘅 delay of game， 就直接係一個 technical foul， 跟住雷霆隊有一球上罰球嘅機會。最尾呢場比賽雷霆係反勝嘅。咁講緊呢場比賽就係未攝3，有陣時往往呢啲高端嘅對局就係 attention to details 咯，細緻係攝3呢個位置。因為如果你係未攝3嘅話咧，根據 NBA 裁判嘅規例咧，係有權
如果裁判見到你嘅球衣外露係視為未準備好比賽，然後係可以判為 delay of game， 然後當你有2個 delay of game 嘅一個嘅判罰嘅時候呢，就自然係一個嘅 technical foul 嘅機會，有一個罰球嘅機會。所以喺咁緊張嘅比賽面 ，LeBron James 提醒 Ayton 要做好呢啲 details 嘅東西，例如你出場就順手要攝埋件衫，呢啲東西係一啲好細節嘅嘢，但係卻可以見到啲 attention to details 嘅內容，可以見到嘅 discipline。你可以話 LeBron James 老屎忽為管而管，但係假如因為 Ayton 冇攝衫 delay of game 球權去咗火箭隊身上，最尾火箭隊係贏咗波，然後喺 National Television 嘅比賽上面有咁樣嘅醜事出現嘅話，咁就係湖人隊唔夠 discipline 嘅表現咯。所以作為球隊嘅老大哥，無論 Marcus Smart 嘅提醒又好 ，LeBron 嘅提醒又好，甚至每一次可能 Luka Doncic 走埋去即係叫做批評啲裁判去抱怨嘅時候，呢個 Jarred Vanderbilt 都會走埋去撳住佢都好。呢啲就係球隊慢慢顯示到，對於每一個嘅細節都做得完美嘅時候，比賽就自然慢慢地個勝利會傾向做得更加好嘅嗰一邊啊嘛。講緊話雖然 Luka 第16次嘅技術犯規，下一場比賽理論上係要停賽啦，但係賽後鬧咗啲新聞出嚟，就話原來呢個 Goga Bitadze 咧就用呢個嘅外語咧去問候呢個嘅 Luka Doncic。Luka Doncic 聽得明之後咧就反擊佢，但係裁判就聽咗 Luka Doncic 有講咗呢啲嘢在先啦，跟住咧就俾佢技術犯規，又冇俾呢個 Goga Bitadze 啦。但係 Bitadze 喺賽後又話佢冇咁樣做過啦，即係個羅生門事件啦。咁但係無論如何都好，理論上下一場比賽咧打活塞嘅比賽 Luka 係要被停賽嘅。你諗下就係因為呢啲嘅抱怨啦，因為呢啲嘅細節冇做得好啦，所以就變相係有停賽。又或者假如因為攝衫，因為一啲好 minor 嘅東西而輸咗場比賽，呢啲嘅東西係應該要100% 避免嘅。所以我係幾欣賞即係 LeBron James 提出呢件事情啦，幾欣賞湖人隊其他嘅隊友都係一齊去即係提醒呢啲嘅事情，包括係 Luka 唔好抱怨咁多啊，唔好去同啲教練去鬧交啊，見到 Vanderbilt 出嚟去阻住佢哋啊，即係呢啲東西就係一啲好簡單同球場上面嘅球場表現係冇關係，但係卻有機會影響到勝負嘅內容啦。我覺得呢都係即係睇波大家都可以關注嘅一啲東西嚟嘅，都去睇多少少咁樣嘅東西。好多時候籃球呢樣嘢除咗話邊個得分多邊個贏之外呢，外面嘅 momentum、外面嘅 details、外面嘅表現、球員之間嘅關係、球場上面嘅氣勢、入波唔入波嘅 momentum， 呢啲同得分冇關嘅東西都係影響住比賽嘅一環。唔知大家有冇個既視感，就係有陣時睇某啲嘅比賽啦，跟住就會發現喂，咁樣嘅情況似乎係好似會贏，咁樣嘅情況好似比賽會輸。呢就係大家睇得波多咗呢，對於比賽嘅 momentum、對於比賽嘅節奏、對於比賽嗰個嘅叫做既視感，我覺得係一啲累積翻嚟嘅感覺。而呢啲東西你點樣去評價佢？有冇數據去講呢啲嘅東西呢？有冇數據去講呢啲所謂嘅 momentum， 所謂叫做一個 wave 進攻嘅嗰啲嘅計算呢？係有咁樣嘅統計，但係我哋又唔會用佢嚟做一個評價啦，因為我哋講緊最尾 overall 嘅比分，球員攞幾多分，數據幾多，球團係嗰個比分係幾多，先係我哋關注嘅重點啊嘛。但喺比賽進行之中，一個 wave 咁樣去打，你會 feel 到喂，邊個 wave 長啲啊，邊個 wave 短啲啊 ，momentum 多啲啊 ，momentum 少啲啊。其實睇得波多嘅球迷係會 realize 到嘅。而好多時候製造到呢啲嘅 momentum，製造到呢啲氣勢出嚟嘅東西，就係呢啲好細節嘅東西。唔好俾啲 delay of game 去打斷咗自己追緊分嘅氣勢，唔好俾一啲嘅抱怨裁判冇咗個回防機會，俾人哋去加大自己嘅氣勢。所以我覺得呢啲都係籃球除咗話得分邊個多啲分以外，一個可以去留意多少少，或者可以去見到一支好嘅球隊同一支唔好嘅球隊，一支有 discipline 嘅球隊同一支冇 discipline 嘅球隊，喺呢啲 detail 上面做嘅內容係有一定程度嘅差別喺度啦。你要我講就係湖人隊呢段時間 detail 做得非常之唔錯啦，球隊嘅球員發揮好好啦 ，chemistry 好開心啦，場外嘅嗰啲訪問睇落嗰個感覺都係好和諧啦。即係簡單嚟講，即係唔識得去形容佢，但係個 vibe 就係令人覺得呢支球隊似乎係贏緊波，開始有啲嘅實力喺度咯，就喺呢啲嘅畫面度睇到出嚟啦。但係上呢個就係今日關於湖人隊嘅 love 啊，仲有今日最後一個 love NBA 嘅改組啊，嚟緊下個禮拜3將會係一個重要嘅日子啦，因為係 NBA 嘅一個好重要嘅會議啊。咁根據呢個知名記者呢個 Shams Charania 嘅報道啦，咁啊 NBA 咧就有一個擴軍嘅計劃啊，而董事會咧喺今個月25號會進行投票啦。咁啊邊兩支嘅球隊會有擴軍嘅計劃咧？咁啊大家期待已久啦。呢個嘅西雅圖啊，西雅圖嘅球隊會唔會係 Supersonic 咧？就唔知道啦。再嚟就係呢一個嘅拉斯維加斯會有一支新嘅球隊啦。咁啊先嚟簡單地講一講呢一個叫做改組嘅背景先。我哋有幾個 spectrum 可以去講嘅。先嚟成個 procedures 點樣去做咧？今日講緊話今個月25號咧就會進行去投票啦。然後假如投
投票成功咧，就會係有一個嘅招募嘅階段啦。咁啊講緊有個擴軍費嘅，要有啲人去投資新球隊嘅。咁啊每一支球隊需要嘅叫做資金咧，大概70億至100億美金之間啦。跟手去到今年嘅7月，即係呢個賽季打完之後咧，就會係一個夏季聯盟嘅會議啊，就會正式係批准新增球隊，同埋要揾到佢對應嘅一個團體擁有者啦。去到28至29賽季咧，就會係呢兩支球隊係開始可以參賽嘅年份啦。咁啊講緊話，即係拉斯維加斯方面咧，已經係有球員啊，一啲前球員係想去注資啦，包括就係 Magic Johnson、LeBron James 呢啲嘅芬威體育團體都分別係講話有意去競標啦，可能係大家去合作合資，LeBron 同埋 Magic 一齊去擁有一支球隊都唔出奇嘅。然後呢個 Seattle 咧就未有咁嘅消息啦。NBA 嘅上一次有咁嘅擴軍咧係2004年啊，係22年前啊，咁就係呢個夏洛特山貓啦。嗰陣時咧夏洛特山貓咧就係要彌補翻夏洛特黃蜂搬到去 New Orleans 改咗名做 Pelicans 嘅一個空缺啦，咁啊保存到成個嘅聯盟有30支嘅球隊啦。再之前呢，就係1995年多倫多速龍同埋呢個溫哥華灰熊嘅加入啦，咁啊講緊話溫哥華灰熊咧後來係搬到 Memphis 嘅，然後1989年就明尼蘇達木狼同埋奧蘭多魔術嘅加入啦，1988年就係呢一個嘅邁阿密熱火同埋第一代嘅夏洛特黃蜂嘅加入啦，由1980年就係達拉斯獨行俠嘅加入啦。講話其實已經有20年呢係冇一支嘅新嘅球隊加入啦，咁今次加入咗兩支嘅球隊啦，咁啊兩支球隊大家就會好奇啦，咁所謂嘅擴軍究竟佢哋嘅選秀或者得到球員嘅途徑係點樣嚟嘅呢？如果有玩 2K 都知道啦，大家有玩 2K 有試過即係加支自己球隊落去咧，都係咁嘅情況啦。咁啊講緊話有個選秀嘅過程嘅，咁個選秀過程就你先要 protect 一啲嘅球員啦，例如就係30支球隊，每一支球隊可以 protect 8個球員啦，其餘球員咧就要放出去咧去進行一個總體嘅選秀啦。然後兩支新加入嘅球隊咧就可以每一支球隊揀走最多一個嘅球員，意思即係話母隊淨係可以 protect 8個嘅球員啦，8個以外嘅球員咧全部都可以俾新嘅兩支球隊去選擇嘅，但係每一次就淨係可以揀一位嘅球員啦。咁啊通常咧受保護嘅對象咧，咁就係一啲嘅合約未到期嘅球員啦，或者 restricted free agent 咧都可以係即係加入嘅。咁啊當然仲有一啲嘅選秀嘅機會啦。講緊話擴建嘅球隊咧，通常就會有較高嘅樂透選秀順位啦，同時之間都可以喺自由球員市場度簽人嘅。咁呢個薪資嘅 salary cap 咧，通常係會低於現有嘅球隊，大概最多淨係去到現有球隊75% 左右，然後慢慢地先會加到去100% 咁樣。聽完呢個選秀過程好似好複雜咁樣，的確係有少少嘅。我哋需要知道重點就係，如果要從另一支球隊去拎一位球員嘅新球隊咧，咁啊母隊淨係可以 protect 8個嘅球員，然後每一次淨係可以一支球隊度拎走一位球員。咁我覺得呢件事情咧，咁我哋可以稍後等到真係7月份投完票啊，先嚟再講話有啲邊啲球員可能會俾人留啊，邊啲球員可能會俾人即係交易走啊，或者係冇保護啊咁樣啦。咁但係我覺得個重點就係呢件事對 NBA 嚟講係一件好事嚟嘅。上一次有擴軍已經係20年啦，咁啊講緊話 NBA 其實準備迎嚟就係一啲歷史級數嘅球員嘅退役啦，LeBron 嘅退役、KD 嘅退役、Curry 嘅退役。退役之後 NBA 嘅比賽仲有冇觀賞性呢？可能呢兩支嘅新嘅球隊就會係對於球迷嚟講一個新嘅觀賞嘅一個機會喺度啦。咁但係呢件事情雖然係興奮，但我哋可以見到一個好大嘅隱憂，32支球隊仲要新加入嘅呢個 Seattle 西雅圖西岸啦，即係美國嘅西岸啦，叫做西雅圖啦，係咪？跟住呢個拉斯維加斯喺加州嘅，喺南加州嘅都係西岸啦。咁邊支球隊要去東岸呢？呢個將會係一個非常之大嘅麻煩，因為你冇理由西岸係多兩支球隊，東岸係少兩支球隊噶嘛，咁樣咪季後賽唔公平咯。所以就必定係有一支球隊咧係要去到東岸嘅。喺呢個情況底下咧，我哋可以見到聯盟係提出咗兩個嘅可能性咧，先係第一支有機會去到東岸嘅球隊咧係曼菲斯灰熊啦，第二支有機會去到東岸球隊咧係明尼蘇達木狼啦。咁啊兩支嘅球隊咧基本上各有自己嘅理由係東遷嘅。咁啊講灰熊先啦，地理位置上面灰熊係要相比起木狼更接近東邊嘅，咁大概係比木狼接近240個英里啦。咁但係木狼係更具備東遷嘅合理性嘅，因為木狼嘅而家嘅組別係西北組啊嘛，但
但係以明尼蘇達嘅定位嚟講，以佢嘅即係地址嚟講啊，相比起呢個嘅奧克拉荷馬城，相比起呢個嘅波特蘭，相比起 Denver， 相比起猶他，其實係距離好遠嘅，所以喺呢個客場比賽嘅飛行咧係唔方便嘅。如果將木狼遷到去東邊嘅話咧，反而喺地理上面係同呢個嘅密爾沃基啦，同呢個芝加哥啦係更加近嘅。同時間咧，呢支木狼隊係有 Anthony Edwards 嘅組隊 ，Anthony Edwards 嘅帶隊。我哋可以見到，當 Edwards 都去咗東岸嘅時候，喺聯盟角度嚟講，觀賞性嚟講，東岸決賽如果你望住 Anthony Edwards 對住 Jason Tatum 對住 Jaylen Brown， 你會覺得呢個畫面係咪都係一個刺激嘅畫面呢？起碼好似感覺上刺激過 Jason Tatum 對住 Jalen Brunson， 我覺得感覺係咁樣咯。所以對我嚟講，呢件係一件開心嘅事情嚟嘅，即係 NBA 多咗兩支球隊啦。對於球評嚟講，即係每個賽季嘅休賽期又要講多兩支球隊啦。咁但係 overall 係一個新嘅一個 insight， 係一個新嘅一個嘅景象，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事啦。假如要一支球隊遷向東邊，我都支持木狼隊去東邊嘅，因為令到呢個東岸嘅比賽更加刺激、更加好睇。呢個就係關於 NBA 而家暫時擴軍嘅一個少少消息上面嘅冷爆啦，未有詳細嘅資訊，有我哋會繼續 follow up 喺 podcast 度話俾大家聽嘅。仲有今日嘅 loaves 我唔中意嘅地方，咁個 loaf 好簡單啦，講咗40幾分鐘一個 loaf 啫。呢個 Cade Cunningham 嘅受傷，呢場比賽 Cade Cunningham 打呢個巫師嘅比賽，喺第一節嘅時候同 Trey Johnson 搶籃板，然後發生碰撞，然後受傷。一開頭佢淨係話係背部嘅唔舒服嘅啫，但係深尾咧，球隊隊醫所發出嘅消息就係氣胸啊。咩叫氣胸咧？我問咗 AI 啊，係一個幾嚴重嘅疾病嚟噶，就係空氣流入咗肺部同胸壁之間嘅空腔，導致壓力增加，跟住肺部冇辦法正常擴張，係會影響吸氣，可能係會影響15至20% 嘅一個叫做呼吸吸收嘅嗰個嘅即係嗰個嘅濃度咁樣啦。然後通常要3至6週先可以恢復輕度嘅活動。好在 AI 醫生有講咧，就係痊癒之後基本上功能可以完全正常嘅，唔會影響職業生涯嘅。咁如果係未完全康復就出嚟打波嘅話咧，有機會導致更加嚴重嘅二次塌陷，又或者有過度換氣嘅問題。對於 Cunningham 嚟講，唔係一時三刻可以解決到嘅一個病痛嚟嘅，即係唔係一啲叫做有歸期嘅病痛。呢啲係好睇你嘅恢復進度，好睇你嘅 training， 甚至一啲嘅有氧慢慢要再 build up 翻呢啲嘅即係球場上面嘅體能去換氣嘅節奏咁樣，呢啲係要啲時間去恢復嘅。講緊話即係 CJ McCollum 都有試過啦，總共嗰次係唞咗1個月啦，距離季後賽就啱啱好多過1個月。而家活塞係位於東岸嘅第一位，其實有冇第一都唔緊要，已經 confirm 入到季後賽，但係有冇主場優勢就係一個比較 concern 嘅東西啦。咁所以變相對於球隊嚟講有2個睇法啦，即係我覺得對於球隊嚟講先嚟就係 Dennis Jenkins 要去擔當係更加大嘅工作啦，因為 Cunningham 喺呢支球隊上面 usage 可以話係好多嘅，球隊每一次進攻嘅策動基本上都係 Cunningham 去發動，甚至 Jalen Duren 有呢個嘅全明星級數嘅表現都係呢個 Cunningham 去幫佢製造一啲嘅 pick and roll 機會，我哋可以喺明星賽見到2位球員嘅配合係非常之完美啦。咁但係 Dennis Jenkins 可唔可以做到咁嘅東西咧？只能夠講 Jenkins 呢位球員有少少似2位嘅球員，有少少似呢個嘅 TJ McConnell， 有少少似呢個嘅 Peyton Pritchard。你唔可以睇少呢位嘅後備球員，呢場比賽頂替 Cade Cunningham打正選爭少少有大3元嘅機會。而我覺得雖然戰力上面係會下滑，但係對於活塞嘅現況嚟講，我唔擔心。反而我 low 嘅地方係 low 呢位球員今年嘅表現咁好，但係因為臨尾整個咁嘅氣胸，最尾有機會達唔到65場比賽而失去咗今年所有年度獎項嘅資格。我覺得呢樣嘢先係我最 low 嘅地方咯。咁講緊 Cade Cunningham 嘅表現，而家要打多5場嘅比賽先去到65場啦。咁啊講緊話有冇可能係翻到嚟呢？個人嚟講就覺得少少係難啲啦。最尾有機會係得唔到任何嘅年度獎項啦，得唔到呢個嘅 MVP 嘅排行嘅榜單啦，得唔到呢個年度頭3隊嘅排行榜單啦。呢一個嘅規矩65場真係非常之笨啊，真係笨到冇話可說啦。Cunningham 係一位好中意嘅球員，大家有聽都知道。基本上上個賽季冇人睇活塞，冇人睇得起呢支球隊嘅時候，我哋喺季中已經開始講呢支球隊，一路講到季後賽。呢條湖人片爆咗之後咧，好多觀眾就話：喂，終於發現到即係有咁樣嘅廣東話籃球 channel 啦！我只能講加入我哋係永遠唔會遲嘅。咁啊，多謝你終於係發掘到我哋啦！我哋默默咁樣做啊，終於有人係看見我哋嘅工作，看見我哋
哋嘅即係每一次做片嘅認真啦。咁所以都多謝大家嘅加入啦。咁關於 Kate Cunningham 呢件事情，65場可能達唔到標，然後球隊損失咗一名大將，喺呢一個無關痛癢打無私嘅比賽第一節受傷，真係非常之令人痛心。我覺得係一個非常之大嘅 low 呢個禮拜唔開心唔中意嘅地方就係呢度啦。但係上呢個就係今日嘅所有 podcast 內容啦。咁啊講咗50分鐘嘅接近，咁啊多謝大家聽到呢度啦。咁啊每個月35蚊加入我哋嘅頂薪會員啦。咁啊提醒翻大家啊，有少少嘅呼籲啊，頂薪會員咧先至可以睇到我哋每個禮拜嘅會員專屬影片嘅。如果我哋嘅即係叫做中產合約嘅球員咧，就只能夠係睇到我哋嘅每一個禮拜公開影片嘅提前 preview 啦，大概係提前1日左右啦。大家真係想睇更加多嘅內容嘅話咧，就要係35蚊嘅呢個頂薪會員方案啦。如果你用緊 Apple 手機，你會發現點解係45蚊嘅？因為我哋萬惡嘅蘋果咧係有收蘋果稅㗎。蘋果稅呢個錢咧係直接咧由 YouTube 係俾咗蘋果嗰邊嘅 ，YouTube 唔會賺，所以 YouTube 都唔會抽我嘅呢45蚊入面。咁我實質上嗰個價錢就係35蚊，然後 YouTube 咧就會抽取當中嘅4成定唔知6成，我唔記得咗啦。所以如果你想係35蚊訂閱我哋嘅頻道咧，就記得係用翻呢個嘅 Google 嘅嗰個嘅 Google Chrome 啦，上呢個網頁版度訂閱啦，或者用電腦啦，咁啊盡量就唔好用 Apple， 唔好用 Apple Pay， 唔好用呢啲信用卡喺呢個嘅蘋果手機上面俾錢咧，就唔會俾人食咗硬食45蚊啦。咁啊45蚊嗰10蚊咧就唔係俾我嘅，俾 Apple 嘅，都唔係俾 YouTube 嘅。咁所以即係結88係俾個中間人抽咗1/3嘅價錢，咁呢個就非常之唔抵啦。所以如果記得嘅話咧，每個月35蚊咧喺呢個嘅網頁版上面登入，又唔使俾額外嘅錢俾蘋果，35蚊就 OK 啦。咁啊記得係呢個頂薪球員先至會有額外嘅新聞資訊啊。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最尾份咁 like、comment 同埋 share， 我哋下集再見，係咪先？拜拜。